嗱，今日係10月26號，今朝早就係參觀咗一間清真寺，就叫做 Mosque of Sultan Hassan。嗱，而家呢，就去一間基督教嘅洞穴教堂。去呢個教堂呢，就一定要經過開羅最有名嘅納薩城。嗱，今日呢，就係禮拜五。導遊就話：不如經過一個叫做星期五市場啦，係當地人專買賣寵物同埋白鴿嘅。嗱，白鴿呢，用米嚟釀白鴿呢，係埃及一個傳統嘅美食。你會周圍都見到呢啲白鴿籠。嗱，納薩城呢，又叫做基督徒區，喺呢度嘅人就叫住喺納薩城啲人叫做沙巴連，其實就係喺埃及阿拉伯話呢，就係叫做納薩人。大概呢，就住咗3萬人喺度住，而90%都係埃及式嘅基督徒 ，Coptic Christian。睇下又一間白鴿籠喺度啦。嗱，每日啲垃圾呢，都用唔同嘅方法嚟貨車啦、驢仔啦，甚至乎人力咁樣運到嚟呢一度。呢一度呢，就每日處理大概14000噸垃圾，就佔咗全開羅大概80%嘅垃圾都要經過呢一度處理。見到有啲衣着光鮮嘅西裝友喺垃圾城嗰度行，都幾有趣。佢哋呢，我諗佢哋都係去個洞穴教堂。呢個女仔着件紅色咁鮮豔嘅衫，喺呢度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。嗱，世世代代呢，呢啲垃圾人沙巴連都係喺開羅差唔多免費咁樣收集垃圾，然後呢，就嚟呢度做分類垃圾處理。呢啲通常呢，都係家庭式嘅小生意。有時呢，例如嘅話，啲細蚊仔呢，就係一間房入邊分類嗰啲塑膠樽啊、水樽，而隔離間房有啲女人就會嚟分處理空罐頭呢啲比較危險嘅垃圾。聽聞嘅話都可以揾到錢嚟糊口嘅。嗱，喺垃圾城呢，我周圍都見到有啲海報。呢啲海報嘅話，通常都有基督教嘅色彩喺度嘅。我初仲以為係啲當地嘅教堂嘅廣告，個導遊先至話係當地嗰啲富民。通常嘅話都係人佢哋啱啱去世，所以就登嗰個廣告。喺垃圾城呢度呢，就有人用垃圾養豬嘅習慣嘅。養完豬之後嘅話，當然就殺豬嚟賣豬肉啦。賣咗之後呢，就賣翻俾呢度開羅嘅基督徒。咁喺一個大部分奉信伊斯蘭教嘅地方，垃圾城係唯一嘅地方可以有豬肉賣嘅。如果想食叉燒，就嚟呢度買啦，或者係煲湯豬肉。嗱，以前呢，就養好多豬嘅呢度，嗰啲豬呢，就食晒所有嗰啲食得嘅垃圾。所以呢，就冇老鼠嘅問題，
但係最近呢，埃及政府就為咗防止豬流感，就大量咁屠殺啲豬，所以呢，就變成呢度有鼠患啦。你睇呢度嘅衞生環境，你話冇老鼠，我就真係唔信啦。估唔到呢度喺基督徒區都有間清真寺喎，而且你清真寺出邊仲有一張有耶穌嘅肖像嘅卜文，黐喺外面，所以開羅啲人其實對宗教都幾寬鬆嘅。嗱，垃圾城呢，一睇到係一個好充滿活力嘅社區，雖然個衞生環境啊係差一啲，不過人都總要有地方活下去㗎。嗱，喺開羅呢，周圍都見到呢啲咁嘅突突車，但係話說呢，呢個係2005年呢啲突突車先至引入埃及嘅，以前就係冇嘅。不過呢，10年之後，2015年呢，就當地政府就因為安全嘅緣故，就想取締佢哋。不過你見財街都有呢啲突突車嘅話，所以你知道取締嘅效果都係冇乜成就㗎啦。嗱，你睇下呢度有幾多烏蠅嬲喺呢個擋風玻璃嗰度，喺呢度住嘅人嘅免疫力一定非常之勁嘅，啲免疫力。I like what I knew
呢嚿豬肉掛喺度係咪真係賣㗎？唔係攞嚟睇㗎喎，唔係做廣告啊！我就奇怪啦，啲豬肉咁樣掛咗喺度，有咁多烏蠅嬲住，會唔會好容易變壞呢？可能喺夏天呢，就唔可以掛咁耐啦。嗱，足之咧就嚟咗呢個洞穴教堂啦。一落車咧就即刻聞到一個酸酸臭臭個腐爛嘅味道。原來垃圾城就係呢個味道嘅。不過咧就好快咧就習慣咗，就根本就冇意識到呢一個味㗎啦。